現代人睇戲唔單止着重電影嘅內容，更多嘅係追求欣賞電影過程中嘅體驗。嘉禾院線睇準觀眾着重睇電影嘅體驗，喺屯門市廣場引入全新戲院品牌 Stage。顧名思義 ，Stage 即係舞台。嘉禾希望以全新嘅設計概念，打造有別於集團以往嘅戲院。我想將一個大舞台帶入屯門呢個社區咯。咁一個大舞台其實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內容俾人哋睇嘅。咁電影係一樣啦。咁亦都可以有其他嘅直播節目啊，或者其他譬如我哋嚟緊會同啲大專院校係搞一啲嘅拍攝嘅譬如1分鐘嘅短片嗰啲嘅內容都可以喺戲院度播嘅。咁就變成一個好大嘅舞台，可以俾好多創作者去發揮佢哋嘅嘢啦。Stage 耗資約3000萬元，共設有4個影院，提供近500個座位。戲院全部影院均配備杜比全景聲音響系統及 Barco 4K Laser 投影機，座位採用真皮座椅，加上每行座位嘅間距有1.2米闊，等觀眾可以喺舒適嘅環境裏面欣賞電影。我諗我哋喺硬件上面啦，同埋所有嘅配套上面，譬如真皮座椅啊，好寬敞嘅行距啊，咁聲畫靚啦，咁或者我哋嘅設計亦都好迎合一般觀眾嘅喜好啦。咁喺硬件上面，我哋就希望做到最好嘅。Stage 同嘉禾旗下其他影院嘅最大分別係會舉辦較多嘅體驗活動，希望等觀眾喺戲院除咗睇電影之外，亦都可以學識一啲新事物。我哋會搞啲唔同類型嘅工作坊，譬如我哋會揾啲插畫師啊，或者漫畫家啊嚟教啲小朋友點樣去畫插畫啊，或者點樣畫一張電影海報啊。咁又或者叫啲咖啡師教下啲喜好飲咖啡嘅人咧，嚟試下點樣沖一杯靚嘅咖啡啊。即係我哋會不同嘅層面去做一啲活動出嚟咯。我哋盡量會同電影有關嘅，咁譬如我哋會嚟緊我哋有啲叫做 Good Show at Stage 啦，咁有啲係同生活與電影掛鈎嘅，咁我哋可能會包裝有一個係講飲食嘅，咁我哋就會拉一啲嘅飲食活動嘅工作坊入嚟咯。我就希望將一個普通嘅電影院變成一個好大嘅文化嘅叫做culture hub咧，係啦。欣賞一部好電影，當然唔少得配搭美食啦。為咗俾觀眾帶嚟完整嘅體驗，除咗爆谷同埋汽水等小食外， Stage 更加引入咗主打西班牙 churros 嘅日式 cafe， 提供蛋糕、churros 等嘅特色小食，更加有咖啡師即席沖煮咖啡，致力為顧客提供更佳嘅體驗。嘉禾對現時電影業嘅前景感到樂觀，預計只需要4至5年，Stage 就可以回本。集團未來亦有新戲院陸續落成，但形式未必同 Stage 完全相同。我哋嚟緊都會仲有2間戲院嘅，咁就一間年底，一間出年年中度啦。我諗每一間我哋自己每一間戲院都有唔同特色嘅，咁亦都要睇翻個區係啱做邊一樣嘢咯。